你試過未？你粒燒賣仲喺口入面着緊，甚至你對筷子仲夾住嚿叉燒，個伙計已經好似練咗影分身定係凌波微步咁，一手就殺過嚟，說一聲將你個碟收走咗。嗰一刻，你望住自己空老張台，再望住個伙計個背影，你真係會懷疑自己係咪嚟咗食殘廢餐，定係做緊賊？點解而家喺香港食飯，好似要同時間賽跑咁？今日我想同大家深挖一下，點解我哋當年引以為傲嘅好客之都，會變咗而家全世界都驚咗嘅趕客之都？講真，呢種光速收碟大法真係香港一大奇觀。你試下喺中環或者旺角啲茶餐廳坐低，由你落單嗰一秒開始，個倒數計時器就已經啟動咗。以前我哋講效率，係講緊上菜快，而家係講緊趕你走快。有次我去間老字號茶餐廳，個伙計仲勁，我明明仲飲緊杯凍奶茶，入面仲有兩冰，佢過嚟問都唔問，直接就想收我個杯。我話喂，哥哥，我未飲完喎，佢仲要俾個咁你仲唔快啲嘅眼神我。呢種感覺真係慘過做賊，好似我坐喺度食飯係欠咗佢咁。點解會變成咁？我哋要由2024年嘅今日望返轉頭睇下香港呢幾十年嘅轉變。其實喺1980年代或者1990年代，香港雖然都係快節奏，但係嗰陣時仲有一份人情味。以前嘅伙計雖然都會催你埋單，但起碼會同你吹兩句水，問下你今日件多士夠唔夠脆啊？但去到2000年代之後，成件事就開始變質，租金瘋狂上升，係所有悲劇嘅源頭。如果你係一個老闆，你每個月交緊幾十萬，甚至過百萬租，你唯一生存嘅方法就係提高翻台率。一個位，一個鐘頭要坐3個客，如果你坐咗90分鐘，對老闆嚟講你就係負資產。所以伙計收碟收得快，唔係因為佢勤力，係因為佢後面有個老細喺度捉緊，係因為個鋪租逼到佢哋發咗癲。由2010年代開始，呢種快節奏已經由一種優點變成咗一種病態。我哋成日講好客之都，記得當年劉德華拍嗰個廣告嗎？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係唔夠㗎。嗰陣係2002年，距離而家都已經過咗20幾年。但係你有冇發現，過咗呢20幾年，我哋嘅服務態度唔單止冇進步，反而係退步到一個令香港人自己都覺得尷尬嘅地步。而家啲伙計唔係服務你，係管理你。佢會教你點樣坐，教你點樣叫嘢食，甚至教你點樣快啲食完。以前我哋30幾歲、40幾歲嗰代人習慣咗快，覺得快係香港嘅核心價值。但係而家嘅年輕人或者係外國嚟嘅遊客，佢哋覺得食飯係一種享受，係一種社交。點知嚟到香港，好似入咗訓練營咁。你睇下最近幾年，特別係2023年全面復常之後，點解咁多香港人寧願上去深圳消費？點解人哋嗰邊嘅服務可以做到賓至如歸，而我哋呢邊就要受欺？喺深圳，你係上帝；喺香港，你係阻住條路嘅障礙物。呢個對比真係好諷刺。人哋嗰邊啲服務員可能得18歲、19歲，但係佢哋會笑，會問你有咩需要。香港呢邊呢？好多伙計做咗30-40年，可能已經變咗老油條。佢哋唔係唔識做服務，係已經做乾咗、做謝咗。其實我哋都要體諒下啲前線員工。喺香港做餐飲，真係一件好辛苦嘅事。每日返10幾個鐘，對住啲老細嘅壓力，仲要對住啲有時好難搞嘅客，加上人手短缺，原本3個人做嘅嘢，而家得返1個人做。你想象下，如果你係一個50幾歲嘅伙計，你一日要收幾千隻碟，你仲有冇心情同客燒？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。因為人工高，租金貴，所以要減人手；因為減咗人手，所以服務差；因為服務差，所以客唔嚟；因為客唔嚟，老細就更加要催翻台率。但係呢個唔係趕客嘅藉口。當我哋將效率極端化到一個點，連基本嘅尊重都冇埋嘅時候，
我哋失去嘅唔單止係遊客，仲係香港人對自己呢個城市嘅歸屬感。而家大家放假，一諗就係去日本、去泰國、去深圳，點解？因為嗰度食飯係食飯，喺香港食飯係生存。大家仲記唔記得以前我哋去酒樓飲茶，可以坐成個下晝？啲阿伯拎份報紙，一盅兩件，同個伙計有講有笑。嗰種文化喺2020年代嘅今日已經快要絕跡。而家嘅酒樓未到2點鐘已經喺度準備執台，甚至會喺你隔籬掃地。嗰種掃地禪人嘅招數，簡直係心理戰，逼你覺得唔好意思再坐落去。仲有一點好攞命，就係加一服務費。如果你收咗我加一，我預期嘅係有一份基本嘅尊重。但而家好多地方服務係負數，但係加一就收足。你叫佢俾杯水，佢當你透明；你叫佢拎張紙巾，佢叫你自己去門口攞。但係埋單嗰陣，嗰個加一就清清楚楚寫喺度。呢種落差感係最令客人生氣嘅地方。我唔係俾唔起嗰10幾蚊，我係覺得我俾咗錢，仲要買難受。咁點解我哋會變成咁？除咗租金同人手，仲有一種心態，就係老奉。以前香港好似係唯一嘅選擇，你想食好嘢，你想消費，你一定要嚟香港。所以啲老細覺得你愛嚟唔嚟，大把人排隊。但係而家時代變咗啦，競爭係全球性嘅。遊客可以去東京，可以去首爾，香港人可以北上。當你唔再係唯一嘅時候，如果你仲係用嗰種老奉嘅心態去做生意，最後只會係死路一條。最近政府成日搞咩禮貌運動，請啲明星出嚟叫人笑多啲。但我心諗，呢啲嘢唔係靠叫就得㗎。如果你個制度、你個租金、你個工作量令到個人根本笑唔出，你叫佢笑，佢只會笑得仲恐怖過拍鬼片。我們要解決嘅係根源問題，係點樣令餐飲業有一個健康嘅生存空間。如果你問我，香港仲有冇鳩？我覺得係有嘅。雖然好多老店執咗，雖然服務質素參差，但香港人始終有一種韌性。我哋見過最輝煌嘅年代，亦都經歷過最艱難嘅時刻。我哋要學識重新定義效率。效率唔係收碟快，係溝通得好，係喺最快嘅時間入面俾到客人最想要嘅嘢。大家有冇諗過，如果有一日香港連最後嗰少少人情味都冇埋，全世界嘅餐廳都變咗好似機器人咁，入去坐低，掃碼落單，光速食完，光速被趕走。咁樣嘅香港，仲係唔係我哋中意嘅香港？我記得有一次，我去一間由一對60幾歲老夫婦經營嘅小店，嗰度冇咩裝修，亦都冇咩光速收碟大法。個伯伯慢慢行埋嚟，問我今日啲牛腩夠唔夠腍啊？雖然佢動作好慢，雖然我等咗成15分鐘先有得食，但我嗰餐飯食得好開心，因為我感受到佢係用心做緊呢件事，佢唔係想趕我走，佢係想我食得好。呢種感覺係幾多錢、幾高效率都換唔到嘅。我哋唔可以再迷信嗰種越快越好嘅邏輯，特別係喺呢個每個人都壓力爆煲嘅年代，食飯係每日少數可以放鬆嘅時間。如果連呢15分鐘都要鬥智鬥勇，都要防範個伙計過嚟搶你個碗，咁人嘅尊嚴到底去咗邊？我成日聽啲老闆投訴，話而家啲客好難湊，話啲客好挑剔。但老闆們，你有冇諗過，點解客人會變到咁挑剔？係因為大家心入面都有一把火。當我用咗100蚊食個午餐，仲要俾你個伙計面，仲要食得趕頭趕命，我點會唔挑剔？服務業係人與人之間嘅互動，唔係工廠嘅流水線。睇返呢幾年，特別係2021年到2024年，香港嘅餐飲業經歷咗好大嘅洗牌，好多只係靠快同量嘅食肆慢慢消失咗，反而係一啲有特色、注重體驗嘅小店開始生存到。呢個係一個信號，話俾大家聽，客人口味變咗，大家唔再追求嗰種快餐式嘅折磨。大家想要嘅係一份尊重。
所以返去個標題，點解我哋由好客之都變咗趕客之都？原因好簡單，因為我哋太追求錢，太追求效率，而忘記咗人先係核心。當老闆眼中只有翻台率，當伙計眼中只有收工時間，當客人眼中只有我俾咗錢你就要做狗，成個社會就會變到好戾氣。如果你係餐廳老細，或者你係餐飲業嘅從業員，我真心想講一句，其實大家唔使快到嗰一兩秒，你留返一兩秒，俾個客吞埋嗰啖飯，俾個客飲埋嗰啖湯，可能你失去嘅係一個位嘅翻台時間，但你賺返嚟嘅係一個會回頭嘅熟客。而對於我哋呢啲食客，我哋都可以做多一步。見到伙計辛苦，講聲唔該，辛苦晒。當大家都溫柔一點嘅時候，可能嗰個光速收碟大法就會慢慢變成一種歷史。我哋唔想見到香港嘅街道只剩下連鎖店，唔想見到我哋嘅美食天堂變咗快遞中心。香港其實仲有好多好嘢食，由街邊嘅魚蛋粉到中環嘅高級餐廳，我哋嘅底蘊仲喺度，只係我哋要揾返嗰粒心，唔好再令食飯慘過做賊，唔好再令客人覺得自己係負擔。講到尾，大家生活喺呢個城市，邊個唔想開開心心食餐飯？我哋追求嘅唔係5星級酒店嘅服務，而係一份最基本嘅溫暖。希望喺不久嘅將來，我哋再去茶餐廳嘅時候，聽見嘅唔係收碟啊，而係慢慢食，唔使急。其實呢種現象唔單止反映喺食肆，成個香港好似都進入咗一種急躁模式。由過馬路到搭升降機，每個人都好似趕住去投胎咁。但係你趕完之後，你得到嘅又係咩？係更多嘅焦慮，定係更多嘅財富？如果我哋連坐低食碗麵嘅時間都要慳，我哋嘅生活品質到底去咗邊？以前我哋講香港精神，係講拼搏，係講靈活，但唔知由幾時開始，拼搏變咗刻薄，靈活變咗投機取巧。喺餐廳入面，呢種轉變睇得最清楚。為咗慳成本，用埋晒啲劣質食材，為咗賺多幾轉，將啲凳縮到細一細，等客人坐得唔舒服，自然會快啲走。呢啲小聰明，短時間內可能賺到錢，但長遠嚟講，係拆緊香港個招牌。大家睇下日本，日本嘅租金平咩？日本嘅人工低咩？唔係，但係點解人哋可以做到咁極致嘅服務？因為人哋有一種職人精神，對自己嘅工作有一份自豪感。喺香港，好多人覺得做餐廳伙計係低下階層，係冇出息嘅工作。呢種觀念令到從業員都冇咗嗰份尊重自己工作嘅心。如果你自己都唔尊重自己嘅專業，你點樣去尊重你嘅客人？我好希望喺嚟緊嘅2025年、2026年，香港可以有一個真正嘅轉變。唔係靠政府撥幾多億去搞宣傳，而係由每一個市民、每一個老闆開始，重新揾返嗰份對人嘅關懷。我哋要話俾全世界聽，香港唔單止有高樓大廈，唔單止有金融中心，我哋仲有一份可以令人心暖嘅人情味。如果你今日去食飯，遇到一個對你好好、好有禮貌嘅伙計，記得一定要同佢講聲多謝，甚至係俾多少少貼士。因為喺而家咁嘅環境，佢仲可以保持呢份專業，真係好唔容易。至於嗰啲仲喺度施展光速收碟大法嘅餐廳，我只可以講，如果你再唔改，你趕走嘅唔單止係客人，仲係你自意嘅未來。香港人，我哋值得擁有一頓安穩嘅飯，我哋值得喺辛苦工作完之後，坐低慢慢享受一碗熱辣辣嘅雲吞麵，而唔係喺壓力之下吞落肚。我哋嘅好客之都唔應該只係一張海報，應該係每一間餐廳、每一個伙計嘅笑容入面。講咗咁耐，我都有啲肚餓啦。等陣我去食飯，希望唔會遇到個收碟高手。如果佢真係過嚟收我個碟，我決定要勇敢啲，同佢講：姐姐，我仲食緊，等我5分鐘，得唔得？希望佢會俾個笑容我，而唔係俾個白眼我啦。最後想同大家講，香港嘅美係由我哋每一個人去定義嘅。
當我哋開始對身邊嘅人溫柔啲，當我哋學識放慢腳步，呢個城市自然會變得更加美好。唔好再做賊咁食飯，我哋係主人，我哋應該喺度感受到家嘅感覺。多謝大家聽我吟咗咁耐，呢個話題雖然講到有啲沉重，但係因為我仲好愛呢個地方，所以我先會咁勞氣。希望下一次我哋可以一齊拍一條片，係講下香港服務點樣重回巔峰，到時大家一定會睇得更開心。香港加油，我哋嘅胃都要加油。